送上黃仁勳啱啱喺台灣開完嘅 GTC 大會嘅第一部分。近期喺 AI 範疇入邊講得最多嘅，相信就係 Agentic AI 智能體 AI 啦。喺第一節，等我哋一齊嚟聽下黃仁勳佢自己點樣去解釋究竟乜嘢為之 Agentic AI 啦。返到屋企嘅感覺真係太好啦！我今次仲帶埋我父母一齊返嚟添。你哋喺邊度啊？大家俾啲掌聲我爸爸媽媽。另外，亦都請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送俾我哋頭先開場表演嘅一班超級巨星，各位女士先生。大家睇下佢哋幾得意，佢哋先係台灣真正嘅 superstars。今日現場真係坐咗超多人，我哋依家仲同步向全台灣另外70個分會場直播緊。70個唔同嘅大會同時開緊波，所有人依家都睇緊 live 直播。今日我有太多好嘢想同大家分享，亦都有太多合作夥伴要一一點名。多謝 NVIDIA 喺台灣呢度建立出嚟嘅生態圈，大到直頭令人難以置信。大部分時間大家講起生態圈，都會諗起我哋嘅軟件堆疊，佢哋會諗起喺 NVIDIA 運算系統上層嘅開發者生態圈。但事實上 ，NVIDIA 嘅生態圈係一直向上溯源，直達我哋喺台灣呢度嘅成條供應鏈，亦即係所有嘢嘅起點，然後再順流而下，一直延伸到數據中心，最終去到每個用家手上。今日我哋基本上會將呢個生態圈嘅每一範都講晒，要多謝嘅人實在太多。我真係好愛我喺呢度嘅生態圈夥伴，有咁多間不可思議嘅企業。當中有唔少仲係我個人最中意嘅拍檔。台灣呢個豐富嘅生態圈，簡直係全世界最強、最頂級嘅供應鏈生態圈，真係勁到離晒譜。多謝晒大家今日來臨。今年我哋一齊合作嘅生意真係越做越大，增長速度簡直驚人。事實上，尋晚有人同我講話，今年台灣嘅年度 GDP 增長將會接近10%添。真係不可思議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大把嘢要傾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入正題。2年前我嚟呢度嗰陣，就開始同大家講 AI 點樣由生成式 AI 演變落去，同埋之後會迎來啲乜嘢新浪潮。下一波浪潮叫 Agentic AI， 即係智能體 AI。嚟到今日，我哋可以話 Agentic AI 已經正式收成降臨，真正實用嘅 AI 已經嚟到啦。咁其實代表啲乜嘢呢？大家睇下 GitHub 呢個當然就係 Agentic AI 最早落地嘅應用之一。寫 program 呢個係全世界其中一個身價最高嘅專業，背後個生態圈大到驚人，有3000萬到4000萬個專業軟件工程師，另外仲有幾億個學生同埋發燒友等等。但就當全世界上面有3000萬到4000萬人係靠寫曲揾食，而 GitHub 就基本上代表咗佢哋絕大部分人喺 GitHub 呢度 pull request 就係佢哋下載代碼去修改 ，commit 就係將改好嘅代碼覆蓋推上去。大家一齊睇下呢組數據，喺2023年 commit 嘅次數係3億次，到2024年升到4億次，2025年去到5億次，而嚟到2026年嘅頭幾個月，呢個數字竟然足足翻咗差唔多3倍。呢個現象背後代表啲乜？呢3000萬個軟件工程師，大約代表緊價值3萬億美元嘅 GDP， 亦即係每年3萬億美元嘅人工。而呢筆人工正正為全球其他產業帶嚟經濟增長。試想像下，
全球價值100萬億美元嘅產業，都係受呢3萬億美元人工所產出嘅成果影響同推動。依家呢3萬億美元嘅人工產出咗差唔多3倍嘅產量。簡單嚟講，即係用3萬億嘅人工發揮出相當於9萬億美元嘅生產力。你話係咪好誇張先？呢個差距簡直係不可思議。呢個就係 AI 嘅潛力，亦係 AI 帶俾我哋嘅承諾。工程師、軟件工程師嘅數量其實仲係增加緊。有人話 AI 會減少工作機會，簡直係一派胡言。事實上 AI 反而令到更多企業去請軟件工程師，原因其實好簡單。如果你可以請一個軟件工程師，然後可以產生9萬億美元嘅產出，你點會唔想請多幾個軟件工程師？如果條增長線係平嘅，咁大家自然會請少啲人啦。但正正因為個產出效益太驚人，所有人先會搶住去請更多軟件工程師。呢個現象好快就會喺我哋嘅經濟數據度反映出嚟。所以第一點要記住嘅係，真正實用嘅 AI 已經到咗。咁對於行業嚟講，呢個又代表啲乜？從行業角度嚟睇咧，呢個代表住依家市場對 tokens 嘅需求大到超乎想象。因為既然咁好賺，你自然想瘋狂生產。而且因為 token 依家已經變成咗可以賺大錢嘅業務，因為而家有利可圖 ，AI 公司就想生產更多 token， 產生更多 token， 建多啲 AI 工廠，所以台灣嘅運算需求先會飆升得咁快。正正就係因為咁，你哋個個咁忙，生意又咁好，就係因為呢個原因。其實呢個都好似你哋某啲公司嘅股價咁。運算模式已經改變咗，一切都變晒。所以第一個重點就係有用嘅 AI 已經嚟咗。AI 而家已經係一個賺錢嘅工具。AI 而家係一個 GDP 增長引擎，背後其實係一種全新嘅運算模式，唔淨止係大型語言模型，仲係一個 agent。今日我哋講嘅幾乎所有嘢都會以呢個為基礎。等我用少少時間直接 show 俾大家睇我講緊啲乜。呢個就係一個 agent 嘅應用。喺以前呢個會被叫做一個 application， 入面有代碼，然後喺一個作業系統 OS 上面行。以前係程式碼喺應用程式 App 入面運行，程式 App 喺 OS 入面行。但今日佢變成咗一個 agent， 入面包含一個或者多個大型語言模型，裝喺一個外殼控制框架 harness 入面。而呢個外殼就會好似指揮官咁協調佢去完成有生產力嘅工作。呢個就係輸入。當有輸入 input 嚟到嗰陣 ，agent 就要去理解、觀察、推理、執行同埋使用工具。呢啲工具可以係 spreadsheet、網頁、瀏覽器、數據處理引擎或者數據庫引擎等等。呢個過程全部由個外殼去調配，負責引導啲資訊嘅流向。每當佢掂到任何嘢，無論係處理緊上下文 context， 理解發生緊乜事，推理下一步點做，定係定出計劃去執行，呢一連串嘅協調調配，全部都係由軟件嚟管理。所以呢個本質上就係一個 agent， 佢同人類一樣有分短期記憶，叫做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， 同埋長期記憶。因此個記憶管理系統係非常之重要。呢成套系統就叫做 agent， 當中嘅大型語言模型 LLM 負責用嚟諗嘢，而外殼就將所有嘢連繫埋一齊，功能就等同於一個作業系統。OK， 呢個就係新嘅運算模式，而呢個就係所謂嘅 agent。agent 可以做到好多不可思議嘅事，呢個係一個重大突破。依家大型語言模型已經進化到可以好完美咁去思考、推理、計劃同使用工具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依家仲有呢啲外殼去管理記憶、做調配同操作工具，兩者結合，令到我哋依家可以做到好多好犀利嘅嘢。等我舉幾個例子俾大家睇。呢個係 prompt 提示詞，呢個係自動生成出嚟嘅 code， 呢個就係輸入，呢個係輸入，
跟住呢個就係輸出。大家覺得點？係咪好勁先？雖然我哋喺度係用緊 Claude Code，但其實 Codex 同樣出色。再睇另一個例子，輸入係咁寫，幫我整一個 GIF 喺黑色背景上面有 NVIDIA 嘅綠色一點點，跟住刪開，再砌成台灣101大樓嘅樣，寫埋 NV Link GTC Taipei 2026，然後變形轉做 NVIDIA 嘅 logo， 最後散開不斷循環。啱啱大家睇到嘅畫面就係由呢個 prompt 變出嚟嘅。仲有下一個，我唔見咗個電視遙控器嘅電芯蓋，佢大概係咁樣。幫我整一個 CAD 3D 模型圖檔 ，agent 就會自己走去用工具整好個 CAD 檔，等你可以直接用 3D printer 打印個新嘅出嚟，係咪合情合理？呢個就係全新嘅運算模式。以前我哋係要打開個 app， 用 mouse 點擊，用鍵盤打字。依家我哋將呢啲動作換成直接向 AI 解釋我哋想要啲乜，我哋嘅意圖，然後 AI 就會自己生成 code 或者自己揾工具去整出我哋要嘅成品。呢個就係未來電腦運作嘅方式。呢個就係 Agentic AI。我哋花咗2年時間鋪路，而依家佢終於行到呢一步。而家當然其中一個重大突破就係工具嘅使用。好多人同我講 Jensen Agentic AI 殺到嚟啦，啲軟件公司要排住隊執笠啦。我話啱啱相反，因為將來世界上會有數以億計嘅 agent， 呢個世界唔再受限於人類嘅人口數量，所以呢啲 agent 將會使用比人類多出幾百倍嘅工具。對軟件公司嚟講，依家絕對係一個黃金盛事。不過你啲軟件必須要用一種 agent 睇得明、識得用嘅方式去呈現，呢個係一個重大突破。事實上，正如你所知 ，NVIDIA 最寶貴嘅資產就係我哋所有嘅 CUDA 函數庫，我叫佢哋做 CUDA X Libraries。呢個係 NVIDIA 嘅鎮店之寶。嚟到今日，我哋可以將呢啲 CUDA X 函數庫直接交俾 agent 使用，而且佢哋用得比人類仲要更加得心應手。所以依家對 CUDA X 函數庫嚟講係一個最美好嘅時代。大家睇下，20年前我哋創建咗 CUDA， 一個用嚟加速運算嘅單一架構。我哋重新定義咗電腦運算，有成千個 CUDA X 函數庫，幫助開發者喺各個科學同工程領域取得突破。CUDA X 函數庫係俾智能代理用嘅工具，用嚟做計算光刻嘅 cuLitho， 做決策優化嘅 cuOpt， 做直接稀疏求解器嘅 cuDSS， 喺結構化同非結構化文檔做深度研究嘅 AIQ， 搞 AI 無線接入網 AI-RAN 嘅 Aerial。Warp 用於可微分物理 ，Parabricks 用於基因組學，佢哋嘅基礎就係演算法，而且佢哋真係好靚。
我哋一齊為數學鼓掌。數學嘅美感真係好吸引，軟件背後嘅邏輯同埋運算模式將會發生翻天覆地嘅改變。其實我哋翻嚟再深入咁去探討呢個話題。呢個 agent 正正係最極致嘅解耦同分布式運算模型。為咗行呢一個 agent，背後要啟動好多部唔同嘅電腦。一個 agent 包含咗模型、外殼、工具、技能同埋運行環境。所有呢啲組件都係數據中心嘅唔同地方同時運作緊。你可以想象下，個模型就好似係個腦，控制器就好比係佢嘅身體，而工具就係佢用嚟做唔同嘢嘅各種架撐，全部都喺運行嘅時候一齊運作緊，就等同於一個工作室。即係話呢個就好似一個人，一個工人喺工作室用緊工具做嘢。當然呢件事依家係以極之龐大嘅規模去進行緊，而每一個步驟都喺電腦唔同部分運行緊。你可以見到大型語言模型喺度思考、理解上文下理、處理、觀察、理解環境、推理、諗計劃，然後執行計劃。每當呢個過程發生一次，成個 rack 嘅 Grace Blackwell NVLink 72就會被啟動。佢係用緊大型語言模型去思考。每次用工具嘅時候都會用到 CPU。嗰個工具可以係 C 編譯器，可以係 Python， 可以係 JavaScript， 又或者可以係加速運算。而家嘅 AI agent 用工具都仲係比較簡單，但去到聽日佢哋就會變成非常高明嘅工具大師。呢個亦都係點解我頭先 show 俾大家睇嘅 CUDA-X 函數庫將來會喺 agent 圈子入邊大受歡迎嘅原因，因為佢哋解決緊世界上最重要嘅難題。依家我哋所有嘅 CUDA-X 函數庫都會附帶 AI 可以直接學習嘅技能，基本上就係一本說明書。個 AI 讀完就會原來係咁用嘅。當 agent 識得靈活運用呢啲函數庫嗰陣，展現出嚟嘅威力將會無可限量。所以工具係喺 CPU 同 GPU 以及大型語言模型上面行，而負責安全嘅外殼就喺 CPU 同埋一個叫做 DPU 嘅安全處理器，亦即係我哋 NVIDIA 嘅 Bluefield 上面運行。呢個就係成個框架，而 CPU 就負責協調晒所有工作。其中一個最難搞嘅部分就係記憶體。你可以想象下，大家可以想象下短期記憶，即係所謂嘅 KV 快取 KV caching， 決定咗要記住啲乜嘢。呢度講緊嘅唔單止係壓縮技術，仲有要點樣去提取。你提取嘅係結構化數據，定係攞非結構化數據翻嚟？咁所有唔同數據之間嘅本體論，即係佢哋之間嘅關係又係點？呢成套處理過程簡直係複雜到開行。呢套 AI 記憶體系統將會徹底顛覆、革命化成個儲存系統 storage system。你見到呢個運算模式、運算方式，每一個層面呢個新嘅應用叫做 agent， 根本同以前啲應用程式運行嘅方式完全唔同。以前就係一大堆軟件擺喺一個二進制檔案入面，再擺喺作業系統入面。呢個就係點解呢個分離式、呢個分散式異質運算問題，正正就係我哋要打造下一代系統嘅原因。